后来继续来讲红带鱼这种的鱼啊，俗称是低档鱼。讲台东的成功渔港有渔民出海掠鱼，是一捆头掠到将近50尾的低档鱼，总重量是高达400多公斤。虽然是大船入港，但是嘛引发到民众的惊恐，哪会常常走出着大量的低档鱼呢？有渔民感觉真无正常，莫非是要大低档咯？嘛有人猜测，可能是阿强啊的军事演习去扰乱到这鱼啊。也毋过专家认为，这拢无直接的关联。专家讲，会当做一届掠到遐尼多低档鱼，都是渔民的技术好。金白色、扁扁长长鱼身、大鸭大蕊的鱼仔目睭，较只偏狗显目的红色鱼色，这种个叫做低档鱼，伫咧涂骹铺真侪尾。台东成功渔港的鱼商就普文讲，有渔民出海掠鱼啊，掠到400多公斤，每50尾低档鱼，民众就真好闲，到底是安怎会一摆出现这么侪尾？这几年吼，像讲这几年来嘛捌像这帮安尼讲，一工会出这30-40尾安尼啊高，是有那个。算讲起嘛是讲有呢，介无正常啦。低档鱼平常时啊生活伫咧20到1000公尺深的海域内底，上长有8公尺长，算是真罕咧看的深海鱼啊。传说伫咧讲低档鱼啊出现，代表会有地动发生。无人伫咧要讲，敢会含即摆中共军演海底发射炮弹去震荡到海底有关系？不过军事专家讲，跟任何的这个叫做军事活动没有任何关系。它那个深度啊，那个鱼的深度，因为它是沿钓层的钓法。它那个深度根本就是潜水艇不能到达的深度。不过听讲，渔民若是知影掠鱼的技术，了解低档鱼的生活地，卖当一摆钓到这么多，这摆低档鱼出现这么多尾，卖过一摆差的问题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